虽然是互人较艰苦的新闻，台中一个18岁大学1年的女学生，因为出来较歹过，为了要来斗趁钱，伊甲另外一个女同学找到打工的消息飞出国，结果被带去到柬埔寨诈骗的园区。伊呢传消息甲阿公呢发救人，因阿公汇13万6千块的赎金，伊毋过对方钱有收起啊，毋过无要放人，继续要求要汇款。因为这女大学生是阿公自细汉带大汉的，看到这个查某孙啊被骗去做这个猪啊，这个阿公真着急到流目屎，希望讲各界会当斗3工。一直遐食无安全，食危险啊，讲实在啦。看到姓李女大学生的相片，70岁阿公急到目屎湿滴。伊讲女大学生今年3月讲要做临时工，甲处理斗3工，和另外一位女性朋友飞出国，所幸的到互带到柬埔寨的诈骗园区。我一个人爱负担伊规家呢，伊读甲安尼都爱我负责，生活嘛我，读书嘛我，吼因两个读书嘛我，我甲伊栽培甲，伊去读大学。女大学生今年3月飞高雄出国，先到香港，再过到柬埔寨，尾仔人就碰见。阿公5月接到女大学生获救命的消息，听到查某孙和朋友叫骗到柬埔寨，险啊混去。诈骗集团向家属要求大人6万倍赎金，阿公四个总钱汇13万6过去，是问到对方讲钱叫拐走，爱家属搁汇钱过来，才要甲人放走。讲迄个赶去啦，安尼将赶去。走路啦，安尼。无放人哦。无啦，无放啦，嘛无放啦。啊，遮人甲讲，你毋通搁行路啦。哦，若有钱嘛袂使行，啊，我已经无钱啊。女大学生翕园区内底状况，内底有查甫冇查甫，大所在环境真歹。目前虽然去限制自由，不过也可会当传信息。女大学生的爸爸早年过身，妈妈有身心障碍，拢是靠阿公车养2个查某孙大汉，家境真歹。知影查某孙去关伫咧柬埔寨汇钱，互对方也阁唔放人，阿公嘛唔知面状才好，警察受理报案，嘛通报外交部协助，希望赶紧将人救回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